抗炎啦，拄好款期啦，吼，一年的天色吼，都忝的吼，就希望啊，多多看一下，要搭车神明的神恩啊。哈密边呢吼，一直以来都支持安尼树东西。今年呢，第一站就来到安尼竹田、董义田、怀市，推广到全台湾。现在呢，还未去到北埔、吼台山县啊、吼苗栗、桃竹苗，也未去到巴东啊。后尾呢，做赖总统的政策，就希望讲安尼客家文化呢，有办法很好的、很丰富的传承下去。还有第二片呢，代表哈密边、故事味、故事味。老大家蒙安，希望呢客家文化的传承，然后发扬，好，他自家天数向他行下去。陆文灿，要以声音属于。